南投溪池乡的涉水社区发展协会推动社区营造的工作真侪年了，嘛争取真侪农村再生的建设。这届代表着溪池乡参加着关府社区的评鉴，希望透过这个社区的改造，来改善老大人的照护共餐。溪池乡涉水社区过去捌摕到金牌社会名号，今仔日代表溪池乡参加关府社会评鉴，有政府辅导加上社区干部拍拼推动，希望社区会当更加进步。在评鉴的老师的建议之下呢，能够更加的进步。涉水社区有丰富生态和观光资源，为了带动社区发展和建设，今年佫一摆参加关府社乐处的社区评鉴。因为阮涉水社区是以红茶以及着咱的民宿加陶土加为主轴就咧咱的涉水步道内底有真正水的瀑布。面对社区高龄化问题，专家学者嘛建议未来当伫咧老人福利、妇幼照顾方面，投入更加侪资源来发挥社区特色。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